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59章，着知上主的手骨毋是伤短，救袂着人；伊的耳孔嘛毋是伤重，袂听见。是恁的罪恶将恁甲恁的上帝隔绝，恁的罪过，互伊的面越走，毋听恁的祈祷。因为恁的手满满是血，砖头仔互罪恶抹着。恁的喙唇讲白贼，恁的喙舌讲邪恶。无人照公义告诉，嘛无人照诚实辩护。因拢信赖虚假，讲白贼，负毒害，生罪孽。因负毒蛇卵，牵蜘蛛网，食着两个人一定死。蛇卵破，一定出毒蛇。因见的梦袂当做衫穿，袂当掠砍家己。因的行为拢是罪恶，因所做拢是强暴。因的骹撞起做歹，急要流无辜的人的血。因的心思意念拢是罪恶，行过的路拢是吞达毁灭。和平的路因毋捌，因行的路无正直，因为家己做弯巧的路，行即款路的人拢无平安和平。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民讲：正直离开阮真远，公义嘛入阮袂着。阮期待光明，毋过还是黑暗；阮听候光亮，毋过还行伫黑暗。阮若失明的人，望墙壁伫行，伫中昼跋倒，若亲像伫黄昏。阮周围的人拢勇壮，毋过阮若亲像死人。阮亲像熊伫吼，亲像粉鸟伫哀鸣。阮仰望正直，毋过等拢无；阮期待拯救，毋过拯救离阮真远。阮伫你面前所犯的罪过真多，阮的罪做证控告阮，阮的罪过缀阮缀条条，阮拢知阮的罪真重。阮背逆弃绝上主，活转身毋跟对阮的上帝。阮计无压迫甲反叛，心存虚假，喙讲白贼。正直挫败，公义恬恬徛远远。真理伫城门口摔倒，诚实袂当入来。真理找袂着，离开邪恶的人反倒受害。伊看无人帮赞受欺压的人，真着惊，就用家己的气力拯救因，用家己的公义扶持因。伊用公义做战甲穿，用拯救做头盔戴，用报复做衫穿，用猛烈的受气做外袍满。伊要照人的行为甲因报应，要对敌人发大受气，甲对着报复对正海岛的人报应。安尼，西边的人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东边的人会尊重伊的荣光。因为上主会亲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伊的风得吹得扫。有一位救赎主会来锡安，来到遐个为家己的背叛悔改的以色列人中间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甲伊的子民讲：我甲恁立的约是安尼，我的神甲我的话拢会伫恁中间。我下伫恁喙内的话，一定袂离开恁的喙。
嘛袂离开恁的子孙甲恁子子孙孙的喙。对即时直到永远，上主安尼宣布。